我哋都會見到港股喺5月同埋6月個表現呢，就係比較一般一啲啦。特別喺6月份啦，單月跌咗超過9%啦，嗰個表現就相對之疲弱啦。咁會唔會真係喺5窮6絕咗之後呢，7月就真係一個翻身嘅情況呢？咁其實我哋睇翻一啲歷史數據啦，過去20年啦，其實我哋曾經有6年呢，就係出現過5月同埋6月咧，都係錄得下跌嘅。咁喺呢6年裏面咧，唔係100%，7月就有一個翻身嘅情況嘅。咁其實都見到其中有2年啦，分別喺2018年同埋2015年啦。其實港股喺5月、6月同埋7月咧，連續3個月都係下跌嘅。咁當然另外嗰4年咧，就喺7月嘅時候有一個反彈啦。咁其實都話到俾我哋知啦，所謂一啲傳統智慧5窮6絕7翻身啦，都唔係100%係可以依賴嘅。其實我哋都係要睇翻成個基本面嘅情況，先至係睇到成個港股喺7月份會唔會真係有機會個表現係做翻好啲嘅。咁其實從今年去到睇啦，其實我哋都會覺得港股喺7月份個表現有機會係做翻好啲嘅，甚至乎喺第3季嗰個情況咧，都會有一啲叫做階段性嘅反彈出現啦。咁其實主要嗰個動力會喺邊啦？第一，我哋都會見到啦，環球一啲資金咧，似乎慢慢開始從一啲叫做 AI 股嗰度開始獲利了結啦。咁但係資金咧，佢哋都會轉拍翻一啲相對落後嘅市場同埋相對落後嘅股份啦。咁正似乎港股呢方面咧，就係適合一啲叫做追落後嘅一啲投資者嘅一啲青睞嘅。咁其實我哋都會見到啦，恒指裏面咧，主要都係一啲叫做平台嘅一個科技股啦，非必需性嘅消費股啦，仲有就係一啲比較傳統嘅金融股啦，作為我哋呢個恒指嘅一啲比較大嘅權重股嘅。咁其實呢啲就係正喺今年至少上半年啦，環球資金喺追逐 AI 股個情況之下咧，相關嘅股份咧，啱啱提到嗰啲股份咧，佢嘅表現係相對落後啲嘅。